有关台中捷运，市政府评估每年的收入5亿2千万，但是支出爱11亿5千万，也就是讲台中捷运每年会了6亿2千万。议员批评，就是因为捷运站内底生理场无好好啊规划活化的关系。 早起10点外，台中捷运的车厢内人客无几个，车头看起来嘛稀微稀微。台中的捷运车厢敢若2节，因为大部分的时间坐人无几个。中捷估计每年的运量收入有5亿2千万，不过支出将近11亿5千万，等是每年将会了6亿2千万。有议员批评讲，当年就了应该活化空间。 像市政府站伫7期甲百货公司遮济黄金地段无好好啊利用，终结许多的站点，商业空间一直招租不出去。市府捷运站这里，中捷在这一块空间设置了 KTV 电话亭，即将在8月底进驻。 另外，像是这处旁边将近20坪的闲置空间，中捷呢也预计规划2个柜位，目前正在积极招租中。 另外，伫1楼的商业空间，目前有无人的咖啡机、无肉市集、甲早餐车，拢会当做一寡小生意。那我早上要去那个高铁，那我就在这边吃个东西，非常方便。把它设置这些东西的话，也可以就是降低它自己的亏损嘛。对对对。民众嘛认为讲应该好好利用站体空间增加收入。 台中捷运公司表示讲，目前伫青线6个车头已经规划16位商业空间，敢若剩市政府站要2位空间正伫招商，嘛积极善用其他零散的空间，直接商业的合作，透过多元的形态来维持台中捷运的财务稳定。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